偷了他们家的他那个包。那你偷包之前你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？在那个上面我就买了高仿，为了能卖出去，我还搞了一些假的发票单据，然后白天趁着没人的时候，我就把我买的这个假的包，把它真的包换了。我们去找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突然把那个群给退了？就那个二手店的回头群。这两天我看到有几个包的位置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，心里就有点慌了，怕以后被发现。就是心虚了。对。我看你穿的也挺朴素的，你搞这么多钱也没看见给自己穿金戴银了，你大费周章的搞这么多盗窃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先欠了一些网贷啊，然后我有小孩要养了，我要给他报班呢，要生活呀，要钱呀。你说你要养孩子，那你头一个就够了，拿了这些钱就明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你这个生活所需要的钱了。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拿你的孩子来当挡箭牌，知道不？我就是觉得他们这么有钱，不会在意这点小钱。还有就是工作的时候感受到了他们那种好吧。我给他的薪资是高于长沙平均水平的，几乎每一天他結束工作之後，我們都會讓他提前下班，好更好的照顧他的家庭，盡可能的在他的日常工作和相處中有一種比較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他。我就是仗着他們對我好，我包容，我就肆無忌憚吧。那你就是恩將仇報啦！人家對你那麼好，你還這樣對他們，